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1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受低压带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气象署是提醒讲，刷落来这几天，伫北部宜兰花莲雨水是真高，尤其低压系统往南边刷，落雨的区域嘛往南。宜兰、北花莲对站开始，雨已经愈来愈大。马太安溪即马佫有形成一个新的崩山湖，伫早暗9点外时，水要甜出来，大水有冲过临时便道。也若中央即马是表示，加载便道无冲海去。也若伫今仔日，台北、宜兰、花莲有部分地区和学校也是停班停课。它是上来了，上来了。大雨过来，马太安溪新的崩山湖，伫拜日暗时9点外测到第一波遗留信号。无偌久，大量雨水加树花通过马太安溪暗港便道，工程人员唔敢待去，中央也定性临时便道无被冲开去，跟来雨拿走灰。小型淹塞湖可能没有多大，它的蓄水量目前10万吨，那即使蓄满也只有60万吨了。好，那60万吨其实水量是不大。那从上游下去，下到底下，即使全部都下来，大概抬高也是60到70公分。虽影响范围无大，暗过已经提早撤离大马爆发后边客家所在保全好死53人，船长经风顶人也到场注意。应有新的堰塞湖形成，并可能溢流。请乡亲远离河道。低气压加东北季风的影响，气象署提醒未来几日，伫北部宜兰甲花莲雨势拢真明显，尤其低气压系统有向南的出现，宜花交界风力甲雨势拢会感觉愈来愈强。白天开始，这个尤其像是在花莲地区的一个雨势上，就开始会有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形。那到了明天晚上之后，一直到后天的这段期间，除了在这个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的雨势还是会比较持续之外的一个状况之外，那在花东地区的一个降雨的一个几率也开始会有逐渐增高的一个趋势。拜雨量立即到拜三透早5点半，第一日暗晡雨量到1176.5毫米，阳明山测站957.5毫米，新北市至五指山950毫米，文化大厦学生体育线是真歹行。我没有打，没有打。雨势转好，恐起来等到拜五暗时，或者是拜六早起。暗过北部花莲山区1万户局部大雨，大雨了后，阁要注意山崩或者是落石，保持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德鲁区的影仔口立雾溪遐嘛有一个崩山湖，伫今仔日会赶紧开标，找厂商去哩挖出水路来降低崩山湖崩起的风险。原来的业者，因为他开的价钱太高了，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说可能我们会用比价的方式，找优良的厂商来比价。那原则上明天下午会来开标。目前伫立雾溪的这个崩山湖也是一起红色的警戒，昨昏观测水位伫8点，剩无3公尺。虽然讲大型的机具即摆已经送到顶悬去啊，也毋过迄个所在无好挖，也是有危险性。中央是表示，会伫今仔日赶紧开标，赶紧来启动分散风险的作业，找厂商去哩挖出水路，避免崩山湖崩起。马太安溪的水头有一个新的崩山湖，中央表示，这确实会影响解除红色警戒的时程。也让光复市区伫在后咧要1个月啊，也毋过呢，光复上港的学生囡仔，即马中昼顿有钱嘛买无便当，所以即马拢是靠爱心的义组团主导送去学校。花莲光复上港顶礼拜开放实体课程，不过学生的中昼顿所出现问题，因为光复市区真侪参与业者拢在复原，互学校有钱也订无，不方便，可能还要绕到很远的地方去买，店家都关了，很难找到。在学生用餐这个部分，最近有一些慈善团体来帮我们媒合这个所谓的义主团体来帮我们协助供餐，义主团体能够撑多久，我们不知道。校长表示，全校学生甲住宿舍的学生，一日3顿爱2万块，一个月超过40万。目前先向各界善款致敬，好佳在这礼拜有义组团协助响应，再后复原得要1个月，也有交通的问题，也互居民真头疼。
这台免费接驳车是花莲县府因应光复乡居民在灾后有交通不便问题，特别规划了免费接驳车，一共分成2条路线，让民众免费搭乘。光是走路就还要一段距离，不然有一些年纪大的一直走，像我们这种一直走，真的很可怜。很多没有交通工具的人是很必要的。因为真侪受灾民众的汽机车和大水冲走，或者是损毁，造成出入无方便。花莲县好规划市区顺宽线，甲193嘉义动线，互民众免费来坐。这摆马塔安溪帮上预留，唔那带走民众交通工具，要过8岁老妈囡仔，稳稳每一行路需要的骹把矫正器具也被冲走。由花莲网络病院以及照顾中心免费为做新的。马上关停了，就马上带小孩子上车。要下来拿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垫脚边走啊，不平很容易跌倒，需要快速上去。恩恩总算个人登去学校上课，毋过在后公复乡，免费学员行向中间。即马个面临马太安溪放山湖下边出现新的小型放山湖，外界关心是否调降红色警戒时间个延后。也许这是中央在考量的范围里面，会有点影响。桂林县表示，伫马太安溪放山湖以外有可能佫出现新的放山湖，即马在讨论新的工法甲解决方法，佫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气象署有继续发布大水雨特报，针对双北山区发布高压式超大水雨的警示。也若基隆、北海岸依然是红色的大水雨警示，新竹以北、花莲也有大雨到大水雨的级数，乡亲就要细致。咱当再来看分图。即阵伫咱台湾的东边有一个低压出现，虽然伊只是一个宽流的结构，也毋过呢是一直甲水汽加入来咱台湾，也会增强东北风的风力。伫桃园以北、宜兰天气拢是真无稳定，规工拢有阵雨也是雷雨，也若雨水是真明显。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双北山区、宜兰，拢爱细致长时间的强降雨。花莲的雨水也比昨昏也搁较济，所以灾区就要特别小心。另外，即马伫今仔日中南部的平地拢是多云的天气。也若台南是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节的群聚，有一声就2个人确诊，加上带病入境的3个人，拢是伫南区同一间工厂的员工，所以有可能是工课场的群聚感染。所以卫生局已经赶紧去工厂附近和宿舍甲社区除药啊。透早环保人员针对户外水沟啊全面加强喷药啊，确保大家所在拢爱喷较够，要防止天狗嘅疫情传开。根据疾管署20公布，台南增加2个本土个案，拢是20外岁少年仔，伫南区同一间工厂做工，研发是工课场所群聚感染，即阵患者拢伫病院治疗，病情稳定。不过这嘛显示出有本土传播的风险。2例登革热本土病例，那为南区工厂群聚。那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雇主跟仲介业者，如果移工有出现疑似登革热症状，请立即通报卫生局。如果没有通报卫生局，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台南今年头一摆出现本土天狗嘅确诊，隔一摆出现2个。卫生局调查发现，感染源哪像是同一个工厂，来自菲律宾9月底入境的外籍移工。卫生局已经针对工厂、宿舍甲徛家，拢完成环境消毒，嘛扩大采检174个接触者。即阵当地社区嘛提高警觉，出动人员，逐工咧清理。每一期那个症状会不一样，可是你交叉感染那个病毒交叉的话，就是会变成重症。伫工厂内底吼发生的，安尼但是吼伊的户籍都伫阮这里吼，安尼我都这个嘛是来担起这个责任来做。礼拜一开始，阮有一个迄个区级会议哦，这个里长有一个共识哦，马上每一天我们连续要1个月的时间全部拢做知青的工作。因为天狗嘅拢伫热人，结果10月底地转好，市府嘛呼吁大家，虽然天气豆豆转凉，不过也是爱定期摒扫环境，才通防止疫情扩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也若流感的部分，疾管署有公布，顶礼拜类流感门诊急诊的人数已经是连续2礼拜落地降低啊，所以算是度过这一波的高峰期。也毋过呢，疾管署嘛表示讲，这并无代表已经无风险嘛，因为疾管署即马有估讲，伫12月到旧历过年的期间，佫会出现第2波的高峰期，而且这一波为着流感的人数会快速增加。
10月第一波流感已经度过高峰期。根据疾管署的统计，门诊急诊人数比前一礼拜降7.8%，不过也是袂当无要无紧。疾管署预估天气会愈来愈凉冷，接落来更有第二波的高峰。大概未来的4周呢，大家都会呈现波动或是缓慢下降的一个现象。到了12月初或者12月中左右的时候呢，可能会上升的速度会比较快。那可能上升之后呢，可能到了农历的一个前后呢，会到达巅峰。根据疾管署的资料，顶礼拜国内增加53例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含10例流感死亡的个案，其中死亡个案上少年敢若40多岁，本身有糖尿病。因为无注疫苗，大医加狗刚就过身。这一例40几岁的男性是住在北部，那他本身是有糖尿病，那他是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那在住院期间呢，也经过检验就是有给这个流感抗病毒药物，不过他的这个肺炎症状还是持续的恶化，所以他是在这个住院的第5天不幸的过世。另外，最近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连续几日透风落雨，感染类鼻疽风险提悬。疾管署表示，对年初到今，台湾拢总有68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其中以高雄市50例上侪，大部分是65岁以上的长辈感染。疾管署提醒，类鼻疽暗作期真长，有21天。若是有头痛、发烧、皮肤烂的情形，爱赶紧叫医生治疗。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交通部公路局进前有公布驾照改革方案，针对特定称在违规爱上道安考的对象，包括弄红灯、无依照路权骑车还是赛车，还有无依照规定减速的这3种违规，一般的驾驶若是一年内违规3摆，就要去接矫正防治班去上课，按算伫明年3月份开始实施。再来关心《自由时报》。《自由时报》有报讲，总统赖清德伫昨天表示，台湾和美国的关税谈判并无牵涉汇率。虽然目前关税是暂时定伫20%，但是政府呢是一直拍拼咧争取来降价，而且唔是他起的关税。继续来看《联合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伊认为中国是无想要用武力来侵犯台湾，伊讲嘛看袂出来中国会安尼先做。川普表示，伊打算伫明年初访问中国，一若月底，伊嘛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嘛会讨论到台湾问题。2025年 APEC 月底就要伫南韩举办，总统赖清德已经是派总统府的主席林胜基来代表出席领袖代表。那伊嘛是望讲，会当向会员国来传达台湾的3项主张。另外，川10月按算伫 APEC 期间来举行，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对外表示，伊会和习近平来讨论台湾议题。2025年 APEC 月底会伫南韩庆州举行，总统赖清德再度邀请总统府主席林胜基出任领袖代表，佮希望林胜基向各会员国传达台湾努力强化经济转型，关键分享新区产业经验，佮动力加速 AI 发展的3项主张。我们非常乐意跟理念相近的经济伙伴分享发展半导体等先驱产业的经验，并透过加深对彼此的投资与经济上的互补，来深化区域的合作。我将善用这一次代表赖总统出席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机会，积极的与各 APEC 的会员的领袖代表以及企业界的代表交流。咱个希望活动的领袖必然包括美国总统川普。APEC 期间，川普也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川习会。川普表示，有机会讨论到台湾议题，不过对今时会为着甲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表示反对态度。川普无正面回应，但个外交部强调密切关注美中互动，台美之间的沟通管道也保持畅通。I don't see that at all with President Xi.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very well as it pertains to Taiwan and others. Now, that doesn't mean it's not the apple of his eye, because probably it is, but I don't see anything happening. 川普认为，中国了解美国是世界上上强大的军事力量，所以会放系数为侵犯台湾。同时透露，已经接受北京邀请，伫2026年初访问中国。最近，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郑丽文也表达愿意去中国
会见习近平，佮讲九二共识是两岸的通关必语。是要通到配合习近平国家统一吗？所谓9·2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和一国两制成为3位一体的对台政策，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并吞台湾。行政院长邓英台表示，期待第2轮会当以中华民国主权、无妨侵权、无改变台湾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前提之下，提出亚国5会主席候选人的力度，甲习近平见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APEC 峰会月底就要伫南韩举行，是伫南韩的庆州。庆州嘛是咱台南的姊妹市。伫庆州这个所在有真侪文化遗产，所以嘛互叫做无围墙的博物馆。当地人是认为讲，会当伫遮办 APEC， 互因真骄傲。美国总统 Trump 和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也有各国的领袖和企业代表隆重的到位，所以南韩的政府嘛已经提悬维安的规格。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年度峰会会伫这个月底伫南韩庆州登场。宣传影片中，除了有这届峰会的宣传大赛 ，K-pop idol GD 之外，南韩总统李在明佫较有出现，打扮做天气病指挥的地勤戏剧员。古城庆州是新罗王朝的古都，有真侪佛教文物，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长期一直是学生校外教学，还是韩国历史的重要目的地。不过自从庆州接了 APEC 峰会了后，这个将传统观光古城转型做国际级别合作中心，外国观光客的比例也大大提升。 제가 처음 할 때는 국내 분들이 그중 퍼센트가 90%면 외국인들은 한 10%? 지금의 같은 경우는 외국인들이 30% 정도를 차지해요. 南韩海洋检察厅队员伫庆州主要风景区普门湖4个位加强巡逻，佮执行水下搜索。本届 APEC 峰会除了有美国总统川普会借机会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之外，也包括美国 AI 晶片头人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在内，大约2700位全球产业界领袖会参与企业领袖高峰会，所以南韩会出动上济大约18500名的警察、特勤甲海巡人员。 个部署反无人机装置、装甲车甲直升机加强演练。 해양경찰은 APEC 정상회의를 앞두고 경호안전통제단과 함께 경주, 보문호수 일대에서 테러 및 각종 불법행위 예방을 위한 집중 순찰과 감시 활동을 강화하고 있습니다. 除了庆州，首年也等咧各项加强安全演习。为20时开始，南韩的全国恐怖攻击警戒等级也为第1级的注意提升到第2级的戒备。另外，庆州是将等级升到第3个警报。公司新闻新罗北编译。 之前有传出国造的畅水南海群号交会交袂出来，即嘛传出讲，咱甲美国买的 F-16 战机交会恐惊嘛会去延后。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表示讲，66台 F-16 战机伫明年要总交会是有挑战的。也毋过顾立雄嘛有讲，针对台湾基盾这部分，咱已经有和美国讨论具体合作方案，希望美国会当协助咱台湾来整合防空系统。 占南国造的原型南海群号11月要入机交南的挑战是真大，但是毋那国产的装备有可能延前。空军对美国采购的66架 F-16 战机，原定2023年就要交付第1批，但甲打1架拢还未到，预定明年爱全数交付。国防部长顾立雄嘛相信讲，确实是真有挑战性。 我们可以预期到明年会有交付，但是不是能够全部交运完毕，在这一点事情上面，我觉得确实有它的挑战性。 专家认为讲，海军的国造占南和空军采购的 F-16 战机延前，恐惊会造成海空战力的破口。尤其是互看作4.5台的 F-16 战机，是国军对抗歼20架中国军机的重要武器。如果说新机还没有到位的时候呢，那是不是我们增多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的采购，还是增加说野战机动防空的增补？ 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是一直传出延前交付。参加美台国防工业会议的咱的国防部军备副部长曾秋明表示讲，伫台美的会谈内面，美方有诚意要解决相关问题。针对台湾的部分，美方有专门部门单独处理，嘛强调针对台湾之盾，有和美方讨论具体合作方案，帮助整合台湾的防空系统。 就整个防空系统是当然我们建军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项。
那双方会在这个部分有所讨论也是当然的。另外，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讲，若政府规划无对清作战和作战韧性特别预算规模会到1.3兆，对这个立项嘛，正是讲特别条例已经送去到行政院审议，特别预算会分7年来编列，不过实际规模阁会等行政院做最后的审议。记者综合报道。有艺人闪做兵，防起诉了后，经过内政部的清查，阁有92案牵涉在内。检方伫昨昏也具体艺人邱吉凯、陈碧林，也个 Energy 团员张书伟等人告案。涉案的艺人总共有4个，每啊艺人拢是以数十万交保。本地的 Energy 团员昆达也伫约谈的名单内底，也毋过呢，伊人拄好伫国外做事，所以无告案。也若上新的消息是，伊伫拄则透早6点半时，已经坐飞机登来台湾，伫桃园机场随后检方拘提。我很谢谢今天的检察官，让我直接面对我年少时候所做出的取巧荒谬的选择。简单几句话，讲煞就离开。艺人陈碧林涉嫌闪做兵，经过检方询问了后，50万块交保。为什么要闪兵啊？是花了多少钱？同款互人拘提50万块交保，还有 Energy 团员张书伟，约谈名单，还有这伫金奖60得奖的棒棒糖成员廖文杰，伊是35万交保。过去年轻的时候做错的事情，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我们之前有提到家族性的遗传这件事情，这还是有的吗？是有的，是有的。21个所在行动，检方亲身带队，一连约谈10个人，艺人有5人，拢是牵涉到兵役问题。Energy 团员昆达透过经纪公司也承认15年前无想这远，错误申请免做兵，已经取消工作，提早回台。不过艺人邱吉凯有做替代役，完了涉案。你会不会觉得花了钱没有免疫，很冤大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觉得冤大头。邱吉凯互人指控找不法集团开15万假高血压病免做兵。毋过无成功，敢若改做替代役的体位，伊嘛同意接受。其他几个艺人虽然捌讲到，因为黑古川地中海贫血这个原因免做兵，毋过检方查出因找共一个不法集团，付10万至30万不等，假血压无正常。花了100万元买假体检报告吗？艺人涉嫌盗兵，检方真侪解搜查，艺人王大廖等人进前已经互人起诉，毋过内政部清查了后，找92案甲9案真共款的，检警扩大侦办。专案持续地调查，即届互人约谈的艺人，根据了解，拢有坦白承认。其中张书伟所属的相信音乐嘛发声明回应，书伟对当时做错误的选择感觉真后悔，后续会看调查结果，调整艺人的工作规划。大部分人好像都有一个假冒高血压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就他复检的时候，要来住院。带那个做24小时的检测，这样避免由枪手来代替来挂那个监测的那个仪器。盗兵的状况不断，公部长顾立雄回应，后届体检若是血压有问题，爱带院24点钟监测复检，同步加强检讨相关体位的标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闪做兵红掠到的艺人内底，有人才拄摕到金钟奖，那赢即马就呼吁政府就要改进。也若文化部是表示尊重评审团的决议，未来呢，敢会甲金钟奖的资格变较严格？文化部长李万讲会搁再研究。谢谢我天上的爸爸，不好意思，这阵子让你担心了。这伫金钟60欢喜领奖，拉力拍棒棒糖摕到即摆最佳实景节目主持人奖，因为之前5月威廉才逼出闪做兵的争议，互因迄当阵是真失意。庆功宴的时阵，阁互逼出规团6个人拢无做兵，但是强调100%合情合理。但新闻小结之一说，因为闪做兵红骨题，我们并不完美，但我们还在往成为很棒的人的路上。我是尊重那个评审团最后做出的决议。那另外一件事情属于司法的问题，我想我当然也是尊重司法最后的判决。艺人闪做兵的案件，直小检警第3波搜索的对象，除了小杰，陈碧林嘛捌得到第47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的男主角 ，Energy 的苏伟是捌入围第61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伊所属的男团是伫第36届金曲奖得到最佳演唱组合和年度歌曲。小杰开始伊做制作人的电视剧，伫第59届金钟奖得到真侪项入围。外界质
去刀兵和着种资格认定干嘛修法。这点我们来再演绎一下，因为我们金钟的历史蛮悠久的，我们可以再追溯回去，有没有这样的限制？主持节目是一件事情，那兵役的问题其实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当事人在面对所谓的这个社会观感不佳的一个状况哦，身为公众人物哦，也应该要虚心的检讨。韩国许多的艺人对于当兵来说是不仅是积极，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光荣感。作为我们平时所有全体的国人，甚至是年轻人有一个样板。所以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未来文化部、国防部，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来做一个宣导。在野党呼吁政府应该较紧来补破网。文化部长李元是表示讲，完全尊重主办单位，但伊嘛讲会搁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到浦江钓贼头过3天，今仔日重新开放。因为法国的检方初步是估计讲，损失有8800万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31亿3千万。4个贼仔计共是偷走9件王室的宝物，包括王冠也有现狗。也毋过呢，因咧逃走的时，嘛有甲一个袖冠落伫现场，造成这个物件摔伫涂骹有受损害。检方即马研判，可能是收藏家请贼仔来偷摕物件的，也讲若是嫌犯想要甲这个贼仔会内底顶头珠宝铁线摕去卖，可能会落价。美国总统川普拜一宣布，白宫当天的改建工程已经开始咧做啊。若是完工了后，就当变做互上千人入去内底个大型的宴会厅。因为这项工程的经费按算超过2亿5千万美金。也毋过，川普伫7月份的时已经对外表示，这条改建的费用，这条钱是由伊本人和捐赠者做伙负担的，毋是开政府的钱。川普面笑笑行入去这场15举行的盛会，贵宾有亚马逊、苹果、Meta、Google 这些科技头人，也加讲公司洛克希德马丁代表，拢总130人。这些好家人是用2.5亿美金的白宫东商改建工程幕后重要的捐款人。几天后，川普伫白宫的当天接见来访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棒球队的时阵，宣布东商改建工程已经展开。Right on the other side. You have a lot of construction going on, which you might hear periodically, but that's a knockout panel, and that goes right into the ballroom. 白宫东商本来是第一夫人办公室局院的所在地，还有接待外国政要的访客入口。伊是伫1942年小罗斯福总统时代起的。路透社报道，白宫东商下边还有一个总统紧急避难用的条布。川普会想要改建成大型宴会厅，主要是白宫内部宴客空间不足，常常被逼爱伫白宫南边草坡啊大天道。You know, we're building right behind us. We're building a ballroom. They've wanted a ballroom for 150 years, and this room holds 88 people, and the new one will hold 999 people, which is a difference. I say 999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crack 1,000. I didn't want people to get concerned. 东商的改建是美国白宫1世纪多年来上大的改建工程。伫这进前，川普已经甲长圆形办公室换修伫搁较华丽显目，搁重新铺设白宫玫瑰园。未来新打造的东商宴会厅会当1000人入来，而且四面壁拢是防弹玻璃，空间这么大，会当伫室内举行一场总统就职典礼。川普的建筑梦阁毋若安尼，伊伫甲全美国金主参会时阵，阁展出模型，表示家己想要伫华府林肯纪念堂附近打造叫做川普凯旋门的大宫门，3个无几寸尺的其中之一，比法国的凯旋门阁较大。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美国嘅国务卿鲁比奥和罗西亚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有通电话，因是认为讲双方即马伫俄乌战争停火的条件讲袂擘天差地，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原本打算要和普京见面，已经暂时先冻点。美国嘛讲无想要搁开一场无意义的会。来看南韩军方今仔日对外表示，北韩是向东部的海域射一粒不明的弹道飞弹。北韩顶届射底定的弹道飞弹、巡弋飞弹是伫5月份的时，拢是射向东部海域。继续关心伊索比亚官方媒体今仔日报讲，伊索比亚东部有发生火车败马的事故，有几若只车厢变过，部分车厢已经跌海去，造成上无14个人死亡，29个人受伤。
镜头转来国内来关心台中市有家长投讲，伊读4年仔的后生伫上体育课的时，体育老师用球甲囡仔牵，搁去击着头壳，毋但害囡仔受伤，搁闹震动，嘛批评学校拢无要无紧。学校是强调讲已经有调查，嘛甲这老师记过处分，而且无要搁继续聘用。教育团体是认为，这个案件已经牵涉体罚甲虐待，嘛认为讲这款闪避球，就是咱讲的肉球，无适合摕来上体育课。囡仔倒边的喙皮出现大面积的乌青，有家长出面指控讲，伊读台中市太平区一间国小4年的囝，6月上体育课的时阵，互体育老师摕闪避球直接牵伊的身体，佮叫伊袂当闪，害伊红牵着头，被伊诊断有刺伤含脑震动。其他佮有几个学生嘛有同款的状况，甲学校投诉真侪摆，学校拢消极处理。被老师用独立球 K， 我就这一点就充满了自觉。那小朋友很害怕，他甚至在半夜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都很不安稳。那时候休息大概1个礼拜之后去学校，老师就说他在保健室，因为他头又开始晕了。学校和教育局讲，这个体育老师是代理老师，伫6月收到家长的举报了后，7月初就成立调查小组，8月底调查结果出来，认定这个老师教学措施失当，记过处分，而且未搁续聘。经过我们的考核委员会。根据调查的内容里面，有部分可能适当的行为，我们有跟他做惩处，立即督导学校进行调查，证明体育老师是代理教师，学校调查作出惩处，已不再续聘。教育局重申不容许任何形式的体罚或不当对待学生之行为。教育课敢应该取消闪避球的课程？最近几年嘛引起讨论。日本教育基金会认为讲，红叫做讲肉球的闪避球是一项有攻击性的暴力游戏，无应该红看作是球类的运动。教育单位应该定心思。我非常反对躲避球，它的目标是人，他用球打人，它是一个非常暴力的游戏，不是一个运动啊。日本呼吁讲，这个体育老师的举动已经明显涉及体罚和苦毒囡仔，台中市政府应该搁再介入调查和了解。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去新竹，新竹的竹北顶一带阁发生BitCam攻击事件。这是有民众牵狗仔出门去散步，互一只无白锁啊、阁无挂喙笼的BitCam撞出来，甲伊的狗仔夹着伤，夹着颔棍啊，夹流血流滴，空喙阁真大空。尾安尼，动保署有去调查，发现这只BitCam并无登记，因若主人嘛无甲狗仔管好势，这个主人已经罚8万6。民众牵狗仔散步，路边雄雄撞出一只比特犬，甲狗仔颔棍直接夹落去。附近民众看到，赶紧来斗3工救一段时间，才甲2只狗仔分开。不过，互比特犬夹到的狗仔颔棍有10公分的空喙，赶紧送医。我反应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已经咬上来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早上10点多。这边还没有人，我就一直大喊说谁家的狗。我当下的情况真的非常紧急，我们只想要赶快把狗分开。然后一分开的当下，最后来帮忙那位先生就大喊说他是比特，你赶快报警。新竹县动保署接到通报了，拜下晡派人去了解，发现比特犬主人饲比特犬无登记，已经违法。佮加上当天无替狗仔挂安全喙罨，也无甲狗仔牵条的，再造成这桩攻击事件。按照动保法，先罚8万6千块。在比特犬的部分，它是没有做一个登记的动作，这个部分我们会裁罚5万块。然后在它也没有施打晶片，这个部分我们会裁处新台币3000块。另外就是在外出它没有做适当的防护动作，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依照动保法的法则去裁罚新台币3万元。然后它有造成其他动物犬只的一个受伤的状况，我们也是裁罚新台币3000元。动保署提醒民众，饲宠物除了拢需要登记以外，带狗仔出外散步一定要用锁啊看好势。若是较危险的宠物，亲像比特犬这款的狗仔，一定要挂安全喙罨，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再镜头来屏东小琉球是海龟重要的生态地。顶礼拜之前呢，民众顶礼拜咧遐畅水的时，头毛是互海龟当作海草咧客。海保署和县政府即马拢提醒讲，民众咧畅水的时，和海龟一定要保持笑盘
在距离，安尼呢才会避免去交叉着海龟，而且嘛袂使去甲海龟网，若无嘛会互罚钱。让这个当地小琉球海峡探索海底世界，看到一只海龟好奇收近，后一秒就咧揢臭水溪头毛，画面有淡薄仔趣味，互翕的人挡袂牢笑起来。屏东小琉球海峡是海龟重要的生态地之一，海保署观测，当地最近几年海龟数量上高峰会当达到数百只。有参水教练认为，小琉球保育推广有成果，加上大量游客从事水上活动，互部分海龟变得唔惊人，可能安尼将人的头毛看作是海草。头发在海里面这样飘逸的时候，他会以为我们头发是海草。所以他会想要吃看看，有时候还会被他那个脚蹼打到，就是像那个鲨鱼一样，又好奇会去触碰，只有嘴巴可以去试试看，就尽可能的避开而已啦。海龟游的速度比人紧，可能会为背后偷袭，吸到臭水溪。因为个民众就安尼忍不住去摸，也是调工伫海龟垂食的动线等待，一旦互检举以上，那互认定构成骚扰行为，以野保法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处6至30万不等的罚金。如果说是刻意有阻挡海龟的觅食的路径的话，没有去主动回避，可能也有涉及到骚扰海龟的部分。要保持适当的观赏距离，同时要记得友善赏龟5不原则：不触碰、不打扰、不喂食、不追逐、不伤害。海保署提醒民众，看到海龟挖紧的时，爱主动让开，保持1.5公尺以上的距离。除了降低对海龟的搅扰，也会当避免接触证据，守住家己的钱包啊。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新加坡伫最近有在研究，打算要修法用鞭刑来对付诈骗的歹人。也若国民党的立委认为，咱台湾嘛爱摕来参考。也毋过法务部是回应讲，会参考各界意见。这是因为咱台湾已经签署联合国人权的2公约，民间团体嘛认为讲，若是用这款违反人权退步性的处罚，安尼咱台湾国际形象会变歹。形容一声这大声，互嫌犯是惊甲当场停止动作。正正屏东县一个60岁查某人，其实着网络交友的投资骗局，互诈骗投资10几万，警方卖好几天，都要用裁判枪去掠着姓黄的车手。因应台湾诈骗的事件真正足侪，政府去年才修订通过打诈司法，但是在野的立委认为无够，呼吁应该研究仿新加坡的鞭刑制度。我们改想的做法是，我们如何从速审速决，而且能够合理的刑度，来让这些犯罪者能够受到社会的感化。院长，现在不是这样做吗？新加坡今年上半年度被诈骗是107亿台币，反观台湾，今年上半年被诈骗的数字是480亿台币，是新加坡的4倍之多。凭什么我们没有更积极的作为？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讲社会上各有一寡对立的意见，但那位洪明凯认为严刑峻法不是违反人权，是在保护好人。请法务部研究把鞭刑纳入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并且研究可行性、执行的费用、可能受罚的范围以及利弊得失。我们会广纳意见，我们来研究。你诈骗犯，你们磕一个诈骗，情绪上我也不反对啊，但问题是你一磕下去，它没完没了。立委曾水雄是发话讲鞭刑不可行，因为台湾已经签署联合国人权2个公约，确实若引进会互人权的评价倒退路。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是警告讲，台湾若是引进退步性的刑法，对国际形象、国际革命拢敢若歹处。会导致某一些先进注重人权的国家拒绝跟台湾合作，可能有一天没有办法透过司法互助或是引渡。如果大家有研究这个新加坡的这个鞭刑的话，就会发现他要执行鞭刑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条件底下，必须要有医务相关的人员在现场。一旦医事人员如果来参与的话，那他可能也会违反了他自己最需要遵守的这个不造成伤害的这些重要的原则。这评长黄义碧表示讲，新加坡这几年来是一直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台湾要打击犯罪，除了思考调整刑度，嘛建议政府会当对建构更较完善的教化机制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为着抓诈骗，桃园的刑事警察局即马嘛甲 AI 的巡防系统升级，会当来分析地理位置、时间，来显示讲这诈骗强犯因较接出现伫倒位，因拢是伫倒领钱，要互警方抓诈骗，搁较有效率。
民众无正常领钱，柜台人员常常是阻止诈骗的第一线。敢若通邮局第3季阻止诈骗到726件，金额够4亿946万这么多。遇到投资养套杀的客户啊，他会跟我们拍桌子，会说我们挡他的财路。可是呢，每一次当警察来的时候，看到警察这一身制服的时候，大家就会冷静下来。高局警政署105打查仪表办的统计，对114年1月到9月，通市警察局拢总查到诈骗集团265件，嫌犯2135个人，查到诈欺车手1268件，嫌犯有1496个人。其中9月受理诈欺案件拢总有1644件，财损的金额有7亿6980多万，和8月比是减1亿1274万外。面对诈骗案件一直拢遮尔多，通市刑事警察大队是推出 AI 顺风系统个升级，是全国第一个创车手提领热点示警功能，要用这新的功能，让诈骗走袂离。那这个事情结合我们的警车的系统，在一个车手最容易提领的地方里面，我们可以精准打击。那除了提醒同仁在执行的重点之外，这些资料我们也可以把它整理做分析。车手提领热点的警告，除了是针对管区内诈欺车手正接去领钱的热点，嘛会对地理位、交通的特性，下面确定去领钱的时段等面向做深度的分析。邢代表示讲，车手会下区来提领，透过分析嘛，会当找到有可能提领的对象，引进 AI 顺风系统，办案效率提高8成，加速打击犯罪。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中央航空空服员过身，虽然公司已经有出面回失礼啊，也毋过工会认为因请假制度也是无解决，所以因即马拍算伫10月26中央办马拉松活动迄天，鼓励大家穿白衫去现场表达诉求，要求公司就要改善请假的制度。不远的世界现在因为失去了一位伙伴而风雨交加。中营有空服员因为破病，佮继续上班，尾也不行过往，引起外界批评中营的请假制度尚未可行。虽然中营高层17有开记者会回失礼，也讲会检讨，但是通风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不满公司无直接回应请假制度的争议，所以打算伫10月16中营办马拉松活动的时，呼吁大家穿白衫来声援。的代表，然后向董事长林宝水以及总经理孙家明呈上我们的陈情书，还有白色玫瑰，请2位收下我们的话，不要回避，也请公司正视并改善现行的请假制度，还有企业文化。另外，针对顶一日民航局长伫立法院备询的时，讲空服员无牵涉贿案，引起争议。空服员职业工会也批评这款讲法是非常无尊重专业。因为一个空服员他进这家公司之前，他一定要先经过3个月的飞安训练，就是开关门或是机上失火怎么灭火，然后万一旅客要从飞机跳slide下飞机的时候，怎么协助他们，这都是空服员的工作。工会强调，10月16的马拉松活动，因袂去伤害任何人，也袂去影响本身的活动，只希望邀请民众穿白衫，打空服员请假无罪标语，用温柔的方式来表示哀悼、表达诉求，互请假无罪，毋那是口号尔尔。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今年全国运动会即马当伫云林举办，也高雄市的代表队已经摕到22块金牌，也毋过高雄女子篮球队却传出讲，因为全部拢无查选手证，所以呢，红判失去比赛资格，规定人是还未比就输去。即马高雄市政府表示，等比赛结束了后，会做一个检讨。快速传球互相暗号找找得分的机会。114年全国运动会女子篮球比赛，这几天当日进行8强的赛程。原底高雄队19要甲台南队比赛，不过大家拢想袂到，这场比赛选手连球都也被卡掉，就输去。而且输球的原因竟然是全队的选手证，和教练老高伫外馆区未付计长工比赛使用。他们没有坐那一部车回来，结果选手证呢就是放在车上，没有拿下来。他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多要比赛的时候，就发现选手证没有带。那个人无责任，你唔知？无责任，啊个顶面未严，下骹就线，顶面正，顶面在，
下骹才会知。选手进集中保管，不过负责保管证件教练所甲物件漏交伫外县市，和裁判直接判高雄市代表队失格。有议员判这种代志竟然会发生伫全国性的比赛，高雄市的管理阶层到底是倒一粒螺丝锁无安？高雄市运发局不要只会当这些协会还有这些体育总会的财神爷，也更应该要去实际的督导，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高雄体坛的笑话，让螺丝掉满地。篮球委员会必须针对这一次的缺失来进行检讨。那不过现在还是在这个比赛的一个期间，相关的这个检讨，我们也等球队回来再来讨论。高雄队第一场输台北，第二场对台南因为无证件红判失格输去，第三场赢台中，1胜2败成绩，敢若会当甲金门拍5-6名。因为无证件无法度争取更较好的成绩，对辛苦训练的选手来讲，真正损失上大。记者柯家朱、柯兆勇、高雄场报道。南投县有袂少大偏乡的民众去医生看，拢是去先去卫生所。要毋过伫卫生所，若是要挂号，即马拢爱摕健保卡，搁爱靠人工的。另外呢，因地的公务乌倒摆有100多台嘛，拢已经超过10年啊。嘛烦恼讲，这医护人员若是徛乌倒摆出门是真危险，所以南投的议员要求县府爱赶紧改善。我要看诊啦，我还得看医生。民众到卫生所互医生看，无法度直接插健保卡，也需要人工一个一个处理。另外，全县的卫生所有130台公务乌倒摆，501台徛超过10年。南投县有议员也批评卫生所一寡基础设备煞真老旧，为卫生所甚至冰箱害气，无法度保存费就才会检体。去病院就那种插卡，遐搁爱人工报道嘛，浪费一个人力在那边，可能需要改善。卫生所的这个摩托车方面，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及时的来改善，是不是用这个差旅费的补贴啦，或是油资的补贴？许费结合个案啦，疫苗的施打啦，幼儿园的管理啦，学校管理啦，这个都需要我们公卫机车的一个协助出门，真的是比较老旧的。像我们南投市卫生所因有的机车。机车拢20几年好几台甚至27年哦。希望是说逐年的我们来编列相关的预算，要逐年的一步一步的来做汰换。议员也讲，全县13乡镇市卫生所，拢总有130台公务乌倒摆，其中101台使用超过10年，甚至有20多台徛超过20年。卫生所医护人员若要去访视个案，到社区也是学校宣导才会工课，出勤的安全拢互人烦恼，要求县府爱重视，赶紧换新。未来我们也会逐年来盘点这个机车的这个耗损率，好，来逐年逐步汰换。针对疫苗在使用或检体在使用的这个冰箱，不管是县的预算或中央的预算，我们都有逐步在做一个争取。南投县政府回应，即马当前若骑家己的车出差超过5公里，拢会有补贴。也若卫生所的健保卡电子报道系统，伫11月底会完成建设，后续也会清点设备，并预算伫5年来完成。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镜头来屏东九如即马有农民种出一款新品种的西瓜，这西瓜叫做马卡龙西瓜。这粒西瓜是比一般的西瓜较细粒，啊嘛较无籽，甚至呢，这皮薄薄啊，西瓜皮嘛会当食。皮看起来深色，佮小可反光，比一般的小叶仔较细粒，切开是红肉。这是九如农民培育成功的马卡龙西瓜。果子肉看起来和大西瓜要同，毋过皮薄较无籽，因为大细粒拄啊好。有民众看到就摸一粒食看卖。也有好奇。但是觉得这个拜刚好，一个小家庭刚好。所以它这种小颗虽小，但是它的果囊还是有那种沙子口感，还算不错，而且甜度还够。发马卡龙西瓜的农民陈文全原本是电脑工程师，因为想要陪太太做伙照顾丈人，决定转来做事。因过拢种枣仔和青苦瓜，今年头摆挑战种马卡龙西瓜。7、8月时拄到天气歹，雨水济，种袂顺利。毋过翁仔某细意照顾，逐粒西瓜用网地吊起来，落尾总算收成。因为我们第一批收果完之后，后面这边刚好遇到台风下雨，所以这边的果味就会参差不齐。然后就持续上去了。那我们的网室是因为我们有二层架，所以我这边还可以挂果。如果是一般的温室的话，它没有这一层，所以它如果到这边没有，就是下课了。太太的娘家在这边，然后因为我岳父前几年身体不好，所以想说不然就回来这边试看看。
陈文全表示，因为西瓜种植时间较短，若销路袂歹，因会考虑搁加种。九如乡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这款马卡龙小西瓜是新发的品种，特色是用网式无毒栽培，连西瓜皮拢会使安心食落。25农会准备500斤，邀请民众来试食。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越南的鱼露是东南亚真介意用的传统调味的酱料。也毋过呢，因这是用这细只鱼仔甲虾仔去发酵生出来的。也毋过最近这几年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即马已经严重冲击到这个产业。生论表到河粉，若无鱼露，就亲像无灵魂共款。回文湖的加减都是传承这荷兰南农的好滋味。Và chúng tôi cũng sinh ra và lớn lên trong cái xưởng máu của ông bà, nên cái tình cảm về nước mắm đối với chúng tôi nó rất là đặc biệt. Tôi xem nước mắm như một cái kỷ niệm, một cái văn hóa nhiều hơn là một cái gia vị thông thường. 鱼露起源可能是中国沿海的闽南潮汕地区，后来传到东南亚了后，增加各个独特的风味。亲像在越南，伊的制作就是用烤鱼啊、甲虾啊这海产，掺大量的盐，佮经过6个月到1年半的长时间发酵。发酵过程中，鱼仔的蛋白质会被分解，释放大量的鲜味，这是大家真爱芳开。Fish sauce, then come in as one of the foundation for flavors in Chapter. We use fish sauce again, just like any Vietnamese. We use it for sauce, we use it for dipping, and we also use it for marination. So, and the way you use fish sauce is very versatile. 不过，这几年全球气候变迁，掠烤鱼的量愈来愈少。越南为鱼露大厂到老字号的鱼露品牌，拢感受威胁。Do quá trình biến đổi khí hậu cũng như là cái thói quen canh tác thì hiện nay cái nguồn thủy hải sản nó ảnh hưởng cũng rất nhiều. Cái lượng cá cơm hiện nay nó cũng bị ảnh hưởng giảm sút nhiều. Chúng tôi mua cũng khó và cái giá thành nó cao hơn. Nó cũng ảnh hưởng tới cái quá trình sản xuất cũng như là cái lợi nhuận, nên là cái ngành nghề nước mắm khi mà cá cơm lên cao quá thì nó làm cho cái sản xuất nó không còn có lợi nữa, và do đó là nhiều hộ gia đình họ cũng nghĩ dần dần. 全球气候变迁带来烤鱼减少，除了冲击鱼露制作，伊带来连锁效应，也是全人类爱面对的。公司新闻，洪如梅报道。关心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有2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是29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0度。外岛19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